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：知足者生境，不知足者环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境，环境的境，读过用境第二条。大字字典解释境代表一个区域、生活、生存的空间，咱讲环境。另外地界，咱讲境界。境界嘛当形容学问或者是技术的程度。另外，厝内环境咱讲是家境；出入国界咱讲是出境入境。另外，做梦的情形就是梦境。地方的守护神是境主，有境主公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绕境，咱看到教育部的大字字典是写四字边的绕，读做日绕绕，变调了后读做绕境。也毋过，咱现代描绘或者是古早一寡文献，拢是写绕境这二条，会当读第五条或者是第二条。咱民间常常听人读绕境，读第五条，这个意思就是迎新佛咧设计。第二个词读做境界，意思是讲研究学问或者是技术达到某一款的程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3月小马祖，旧历3月迎马祖，文章闹热活动济济。其实咱台湾民间信仰足多元，逐月日拢有大大小小绕境活动，代表咱民间信仰甲文化已经达到足丰富的境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境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